再来看云林的警方发现一个姓蔡的嫌犯伫台南的山区咧种大麻，甚至佫用警招来做暗号现场咧是查到占地3甲，拢总有1700外丛的这个大麻园，也佫有制毒的设备等等。即卖咧这市代是已经超过10亿啊，5个制毒的成员已经全部互人羁押禁见。go！ 经过半年的监视甲调查，警方初日出动侪警察去台南偏僻山区这搭3甲地温室，因为嫌犯咧外围种金蕉，想要暗砍，其实温室来种的全拢大麻，干那要甲遐大麻拨转警察局，就出动60外警察一天接办了。他还用香蕉园来作为掩护，挂羊头卖狗肉，那里面实际上从事制造、栽种大麻的犯行，里面有专业的调温、调湿，还有照明设备来增加大麻的生产效率。警方表示，今年5月时接到线报，细川嫌犯想要找所在种大麻制作毒品。经过半年收集证据，发现嫌犯做代志真有路，甚至佫有记录种的过程。这个藏着大麻种作场、大麻制作工厂、查扣大麻1766丛。超过1766株啊，市值超过10亿元呐！如果一旦没有顺利阻拦的话，流入市面的话，造成我们所有国民的健康受到威胁。专案小组这半年来不分昼夜、辛劳的缉毒，那未来我们会更加持续的缉毒工作。云林地检署表示，这个假强掠到5个做毒品的人，透明侦讯了后，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犯罪嫌疑重大，而且有串口径和逃亡的可能。5个嫌犯落犯羁押禁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